大家好，今天我来为大家解释一个很多家庭都会遇到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籍父母的孩子在老抓出生后，带孩子回中国时，又是会被要求做父母字三方 DNA 亲自鉴定？首先要说明一点，并不是所有情况都必须做 DNA 检测。只有在亲子关系无法通过现有材料充分证明时，相关部门才会要求补充 DNA 鉴定。为了确认孩子的中国国籍，自个中国国际实行协同主义原则。也就是说，孩子是否可以取得中国国籍，关键在于能否证明孩子确实是中国籍父母的亲生子女。孩子在老抓出生，主要依据是老抓的出生证明，但是际操作中可能出现姓名拼写中英老三种、语言不一致出生、信息填写不完整、文件尚未完成临时认证父母身份材料，与出生证信息不完全对应。在这些情况下， DNA 就成为最直接、最有力的科学证据。为什么要父母字三方检测？很多人会问，制作母亲和孩子的鉴定不就够了吗？从中国的户籍与身份管理角度看，往往还需要确认父亲身份，尤其在以下情形：父母未办、离结婚登记孩子需要随父行，回国后要在父亲名下办理户口申请中国旅行证或护照时，需要明确监护关系。母子鉴定只能证明孩子是母亲所生，但无法证明这位父亲就是生物学父亲。因此，三方鉴定是最完整、最稳妥的方式。防止身份某用，保护儿童权益跨国流动中，政府必须防范身份某用虚假亲子关系涉及儿童拐卖或非法出境的风险。DNA 鉴定准确率可达99.9%以上，能够最大程度保障孩子的合法身份和安全。那些情况更容易被要求做 DNA 老抓出生证未完成、认证多语言姓名、不一致父母未登记、结婚出生是父母、签证或出入经济履不完整计划回国、在父亲名下落户屋给家长的建议。如果准备带孩子回中国，建议提前准备经过认证的老抓出生证明正式的中文翻译、见父母护照、签证及出入经济旅、结婚证明。如有必要时，提前安排正规机构的 DNA 检测，这样可以避免反复补材料，让孩子顺利回国。总的来说， DNA 检测并不是对家庭的不信任，而是法律与程序上的必要证明，目的是保护孩子的身份权益，让回国手续更加顺利。感谢大家的聆听。